下面我们进行5人快反训练，请装备。我们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，我们跟你们演示一下，让你们知道整个处置过程是什么样一个流程。来，配手就位，所有队员呈战斗队形，准备。你不要过来，我有神经病啊！对面的同志请注意，我们是夏河市公安局刑特一支队民警，你的行为已触犯法律，请立即停止你的违法行为。看到谁我不负责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神经病，不要过来啊！把斧头放下，上！哈！把刀放下！叫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我有神经病，我跟你讲。斧头放下！看到谁我不负责任啊！放下！后退！这是诱敌深入。不要过来！是的，这找对面的节奏。对你警告啊！把刀放下！停！把刀放下！对你警告啊！下次警告！上！哎呦！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斧头是要把它排出的。先把斧头踢走。是的，抓捕手的位置非常重要。押走！低头，走。好，停。那这样吧，看还不如练。现在就开始了吗？啊，对，我们主要是看你们2个人能不能合成一体啊，能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。来，形成战斗力，最小作战单元，准备。不要过来啊！对面同志，把斧头放下。我叫你不要过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向前4步，过来，上，过来呀！往左转弯，你过来呀！停！你刚才这里已经大出血了。肯定啊！我的天啊！所以说这个任务失败了。阿特，好的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你光插他的腿去了，你把你的背给对方了啊。另外一个，你这一块你没有保护好他。刚刚的阵型是我应该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地方出叉子，然后你来，不，你还是要。我应该这样。再来一遍。再来一招。对，注意转向，注意转向。那个，请问这位匪徒同志，刚才你没有这么凶悍的啥？啊，就是冲着我就来了是吧？你们2个一定要靠紧，你不要插着跑，自己跑到前面去了，知道吗 ？OK， 行。来，开始。我叫你走开，我有神经病！把斧头放下，不要给我讲那么多。斧头放下。谁过来看到谁？我跟你讲，上。停！你们2个又没配合好，你都已经绊倒了呀。因为他锁腿了，他锁腿我就跳不过去了呀。这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你如果自己失误了，很有可能他会在这第一时间反抗，对你进行袭击。所以我们千万你们2个配合好。我收叉速度再快一点。又失败了。好，来，再来一遍。这个看起来很简单，是的，真正操作起来其实中间有很多变数的。所以说啊，再来一遍，来，我们一定得认真练。上前4步啊！停！你又流血了，任务又失败了一次啊！再来一遍。好嘞。我们拿起盾牌的时候，有可能说我的动作在这个时候可能不一定很标准，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心是凝聚在一起的。在我看来，它是一种职业素养。因为我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是全情投入的。同志，你又绊倒了，停，来，再来，上，锁住，好，快点，按住，好，继续上铐，骑到他的身上，手臂控制他的手臂，好，对，好 ，OK，我再上去。好，阿特上去，对，有。慢点，还想判我，在处置的过程中，整个人感觉燃起来了。当时有要求嘛，要求是我拿叉的一定要贴靠近他的身体，我就发现他是始终是贴在我这边的，对保护的感觉还是挺棒的。你别看有时候我老是前面冲前阵在干啥的，你觉得我是这个冲在第一个的，其实我后面是很多兄弟们跟着一起的。